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3月12號禮拜四嘅第一節，我哋先去跟進下最新嘅國際局勢。根據美國廣播公司同路透社嘅報導所講，FBI 警告執法機構，伊朗可能會為美國嘅任何軍事打擊進行報復，包括喺加州發動突然嘅無人機襲擊。特朗普總統宣布，伊朗基本上已經走到咗盡頭啦，但係美國仍然將會繼續參與戰鬥，以完成最後嘅任務。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推翻伊朗政權嘅決定最終係掌握喺伊朗人民嘅手中。好啦，喺講落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晒大家嘅支持。我哋先去睇下伊朗試圖威脅美國本土安全嘅情況。路透社引述一份安全通報顯示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上個月曾經係警告執法機構，伊朗可能會為美國嘅任何軍事打擊進行報復。呢一份嘅機密警報就係由聯邦調查局通過多個機構組成嘅洛杉磯聯合區域情報中心發布出嚟㗎。隨住戰爭進入到第12日呢份警報喺尋日被公開出嚟。加州州長紐森就話，佢並唔知道加州存在任何迫在眉睫嘅威脅。呢啲簡直就係不知所謂嘅。你唔可以因為黨派嘅鬥爭而去忽略咗伊朗嘅威脅。當 FBI 都通報咗有呢一個可能性嘅時候，就應該要多加防範，以及就係同聯邦政府緊密聯繫，就唔係話喂唔知道有呢樣嘢存在咁樣，呢個係你失職唔可以話喂唔知道或者忽略咗呢個危險性，因為伊朗嗰班當權嘅人係喪嘅路透社獲得一份未列為機密嘅安全通報副本，就冇標注日期㗎。文字嘅表述就顯示呢一份通報係喺戰爭爆發之前所發布㗎。當時已經考慮到伊朗可能會對美國本土進行報復性攻擊嘅可能。通報就引用聯邦調查局嘅信息指出截至到今年嘅2月初，伊朗係據報曾經有意喺美國對伊朗發動打擊嘅同時就係從一艘海上嘅船隻發射無人機，對加州嘅目標發動突然襲擊。目前係冇任何關於呢一類攻擊嘅時間、方式、目標或者實施人員嘅進一步資訊。聯邦調查局就拒絕就住呢一份通報發表評論㗎。當陣時梗係未知啦，係咪？如果呢一份嘅通報係喺戰爭之前所寫嘅，咁當陣時就好多未知數，好多變數。但係尋日伊朗就已經講明咗咯，話要針對美國同埋以色列嘅銀行同埋係企業發動襲擊。點解呢？佢哋嗰個藉口就係話，喂，你打我啲銀行你打到嗰啲銀行就係 ATM 機又壞網銀又停即係呢啲冚唪唥其實都係藉口嚟嘅。我嗰個思疑就係認為伊朗自己搞啱咗佢，借機就凍結民眾嘅資產，嚟到去填補喺戰爭當中嘅國庫空虛。呢個係我嗰個推演。反正伊朗而家就係出晒公告，有幾間美國企業已經係被開咗名㗎啦。我哋尋日嗰節有介紹啦，Google 微軟IBM Palantir 甲骨文 Nvidia 咁樣咁呢啲全部喺加州都有寫字樓有分佈㗎噃。喂，佢會唔會真係走去喺海上邊射啲無人機過去即係當然我會認為，如果伊朗真係膽敢嚟到去做呢啲行為嘅時候，美國一定有方法預先係可以攔截得到，以保障企業機構同埋係人員嘅安全。咁呢樣嘢我對於美國係相信㗎。不過如果伊朗膽敢作出呢啲行為嘅時候，其實就係嚴重威脅到美國本土嘅安全，
亦都證明得到，如果伊朗真係擁有核武嘅時候呢，就會攞嚟威脅全世界嘅。你睇下佢而家癲到係打算襲擊加州，已經有情報顯示佢可能會咁樣做啊。咁當然佢未做啦，做唔做到亦都係後話。但係佢有咁樣嘅念頭，已經係好邪惡啦。咁所以呢，一定係要多加防範。如果唔係呢，就會變成咗係一個重大嘅危機，係全球嘅危機。呢個就變成咗係珍珠港時刻，分分鐘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因為如果真係有伊朗嗰啲無人機揩到美國本土，而係造成咗一啲損傷嘅時候，哇！咁有機會就係啟動北約嘅第5條嘅喎，咁就要共同防禦嘅喎，因為美國受襲啊嘛，美國本土啊，唔係美國駐外嗰啲海軍或者空軍基地喎，係講美國本土喎。咁所以呢，就係好大劑㗎，隨時呢就會演變成為全球嘅事件，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定一啲心理準備，同埋呢就係要預先部署定啲資產啦，千祈唔好所有嘅資產擺喺同一個經濟體裏邊，你要周圍滲啲，確保呢嗰啲資產配置嘅安全。呢個唔係杞人憂天嘅，而係喂佢真係癲到咁樣喎。大家見到佢喺霍爾木茲海峽點搞嘅呢？伊朗係所以呢，就唔好掉以輕心啦。呢一樣嘢當係一個溫馨提示啦好啦，咁再睇翻路透社嗰個嘅報導啦被問及到喂，你是否擔心伊朗可能會將報復行動升級至到去美國本土呢？總統對記者就話：我係唔擔心㗎咁當然啦，伊朗就冇咁樣嘅能力啦。咁但係如果佢偷雞成功嘅話呢，就好大鑊㗎啦加州州長辦公室就話呢一份嘅通報只係加州每日從聯邦合作伙伴嗰處收到嘅眾多安全更新之一。加州自從衝突開始以嚟已經係提高咗安全警戒水平啦。州長紐森喺 X 平台發帖文話，佢正在同安全以及係情報官員保持住密切嘅協調，監控對加州嘅潛在威脅，包括同中東衝突相關嘅威脅。目前就未有發現任何迫在眉睫嘅威脅，但係仍然就係會為本週可能出現嘅任何緊急情況做好預備㗎。洛杉磯市長巴斯就話，佢嘅辦公室同洛杉磯警察局正在同州以及係聯邦政府合作伙伴密切協調，以確保洛杉磯市民嘅安全。目前就冇任何針對洛杉磯嘅具體或者係可信嘅威脅。路透社較早前都有報導過就係伊朗及其代理人勢力可能會對美國發動襲擊㗎。美國國土安全部嘅一份威脅評估報告指出伊朗及其代理人好可能對美國構成針對性嘅攻擊威脅，但係發動大規模實體打擊嘅可能性係較低。坦白講，我都不會相信伊朗係有能力同美國一困嘅，佢亦都冇可能對美國本土發動什麼大規模嘅實體打擊，但係佢唔需要咁樣做㗎。如果佢要保住個政權，佢要令到你知難而退㗎，佢可以點呢？佢咪好似過往搞以色列咁樣嚟到搞美國咯，發動滋擾，咁就係會好具侵擾性㗎啦。除咗話嗰啲什麼可能出現嘅潛在嘅無人機攻擊以外，仲包括就係話代理人啦，係咪啊？喂，佢潛伏咗好多人嘅喎，可以係包括以好多嘅不同名義嘅幌子搞出嚟嘅組織，可能以慈善嘅名義以義工嘅名義，以宗教嘅名義，以文化嘅名義等等。喂，到時到後佢可能呢啲養兵千日就用在一時啦。佢可能會喺美國各地搞嘢嘅喎，又或者美國可能會面臨住一個恐怖襲擊嘅威脅嘅喎。佢唔需要搞到你係成個政權崩潰，佢只需要喺你嗰度搞到亂晒龍，搞到你人心惶惶，咁自不然嗰啲民眾就會向翻聯邦政府、向翻總統施壓，
就話喂，咁樣搞落去咧唔掂喎，伊朗咧會咁樣嚟到去滋擾嘅喎，咁啊構成廣泛嘅不安。佢就係要咁做嘛，同埋你睇伊朗咧就係要拖晒全世界落水。哪怕為佢咁樣搞呢個霍爾木茲海峽，會令到自己咧受損，唔緊要啦。佢講明要推高到油價每桶$200嘅。你睇到佢嗰種嘅邪惡，係通過滋擾嘅方式，同埋拖晒全世界落水嘅方式，等你承受唔到嗰個嘅後果。佢覺得係咁啦嚇，呢個就係伊朗嗰個策略咁所以咧係好邪惡㗎。好啦，咁啊睇睇咧就係伊朗總統佩澤什基安點講啦。佢話：我喺同俄羅斯以及巴基斯坦領導人通話嘅時候再次重申伊朗係致力於地區和平。即係第一句就講大話㗎啦！呢啲人呢一場戰爭係由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即係以色列啦講緊，同埋美國點燃㗎。結束呢一場戰爭嘅唯一方式，就係承認伊朗嘅合法權利，支付戰爭賠償，並且提供堅定嘅國際保障，以防止未來再次發生侵略。佢提出嚟呢啲咁樣嘅條件咧，基本上美國就不會接受嘅。佢其實係咪想停呢？伊朗梗係唔係啦，佢而家覺得喂，掌握住呢一個咽喉要道，掌握住霍爾木茲海峽就好似揸住個春袋一樣。哇！好似咧講到號令天下一樣噶啦，而且咧仲學人發給呢一個簽證，喂，孟加拉國嗰啲郵輪可以通行，你巴閉啦係咪啊？哇！你揸住呢一個嘅霍爾木茲海峽當咗咧係可以號令天下咁樣，所以如果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唔去解決，石油美元嘅地位咧係會受到動搖嘅。所以而家美國即係有啲人話特朗普佢想褪都冇得褪，而家基本上就係佢冇得褪嘅，因為一褪就會動搖到石油美元嘅地位咁所以咧係冇得褪嘅。所以總統都講咗㗎啦，就係話喂，而家都已經係將伊朗收拾到七七八八，但係仲要繼續完成嘅任務就係要喺霍爾木茲海峽堅壁清野，要直頭掌控住佢。如果唔係咧，就一日有呢一個伊朗威脅嘅時候咧，就一日都係不安嘅喂，佢隨時發作嘅喎，所以一定要控制咗嗰個海峽。如果唔係咧，就佢三不五時又走去威脅你，咁點啊？喂，佢知道你原來咧呢一個係全球嗰個痛處嚟嘅咯喎。咁雖然沙特咧其實就係有輸油管道直接咧送到紅海，係繞過咗波斯灣，繞過咗霍爾木茲海峽，而阿聯酋咧其實亦都有輸油管道啦，係直通到亞曼灣嘅。咁又係咧繞過咗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咁但係呢啲輸油管道本身咧就不足以取代嗰個海運量，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嗰個海運量。咁所以咧就係始終呢一個水道咧有其戰略重要性。好啦，咁我哋就再睇下總統有啲咩嘢發表啦總統表示美國已經喺好大程度上邊削弱咗伊朗嘅軍事能力啦。咁如果美國選擇進一步升級行動嘅話咧，美國係可以摧毀伊朗嘅關鍵基礎設施。伊朗基本上已經係走到咗盡頭㗎啦。佢哋冇海軍、冇空軍，亦都冇防空系統。我哋而家可以喺伊朗嘅上空幾乎係自由行動㗎。美國同時係密切監察住具有戰略意義嘅霍爾木茲海峽。伊朗喺該地區嘅海軍力量已經係基本被摧毀㗎啦。海峽而家嘅狀況好好，我哋已經摧毀咗伊朗所有嘅船隻。咁但係伊朗仍然係擁有一啲嘅導彈。咁就總統最後提到我哋可以喺1個鐘頭之內摧毀伊朗嘅電力系統。而伊朗需要25年嘅時間先至能夠重建起嚟㗎。美國喺最理想嘅情況底下係希望避免呢一類嘅攻擊進行㗎，而最主要嘅目標就係確保伊朗無法重新建立軍事能力。
最重要嘅係我哋必須要贏得呢一場戰爭。我哋唔希望讓佢咧重新咧係出現機會。咁以上咧就係總統講到關於伊朗嘅情況。咁其實仲有㗎。咁佢喺呢個肯塔基州舉行一場集會嘅時候咧，就提到美國其實已經贏得咗同伊朗嘅戰爭㗎啦。咁但係仍然將會繼續參與戰鬥，以完成最後嘅任務。其實喺第一個鐘頭一切咧都已經係結束㗎啦。但係我哋唔會咧太早離開㗎，我哋必須要將事情做完。咁其實佢嗰啲嘅講話咧有幾點可以係睇得出嘅。第一，即係佢不嬲都係贏㗎啦，咁樣就係咁。但係唔係話好短時間之內可以係完咗佢咧？呢一個戰爭唔係嘅，即係所以有啲人咧就撞晒板㗎啦。我哋一早都話唔係㗎啦，冇得話哇好似好戲劇性咁樣2-3日草草收場。因為而家已經係轉移到去霍爾木茲海峽嗰個控制權身上。如果而家呢一刻美國褪嘅時候，成個海峽等同於落入咗伊朗手上，佢係掌握住一個嘅話語權、操控權。佢話俾邊個通過就邊個通過，唔俾邊個通過就攻擊佢。其實依家伊朗佢主要都唔係靠魚雷，佢報一據啲報道所講佢唔係報咗太多魚雷嘅啫，10幾粒。但係佢主要而家仍然係對於嗰啲嘅船隻發動直接嘅攻擊。佢唔係靠海軍嘅艦艇發動攻擊，佢係靠啲艇仔。佢個擺到明就係靠啲艇仔，總之整爆你嗰個船殼，整到你着火。泰國嗰艘船咪係咁樣咯。佢就係用呢啲咁樣嘅滋擾方式。佢以往點樣滋擾以色列，佢而家就喺個水度點樣滋擾嗰啲嘅貨輪同埋油輪。佢就係用呢啲咁樣嘅方式，所以係冇得褪嘅。所以總統話：喂，必須將個事情做完。除咗話原先講到嗰4大目標，即係要點樣繳獲佢啲濃縮鈾之外，其實而家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嗰個控制權，一定要確保得到安全嘅航行。如果唔係而家呢一刻就咁走咗去嘅話呢，咁就會使到波斯灣國家對美國係嗰個信心大打折扣嘅。好啦，咁第二樣嘢從總統嗰個嘅説法呢，就可以睇得出。美國咧係仍然有進一步升級嘅能力㗎，所以點解先頭咧就要喝停以色列？喂，唔好再炸佢嗰啲嘅石油設施、基礎設施啦。即係本身總統嗰個嘅想法就係話：喂，如果係可以打得贏嘅時候，你炸鬼晒佢嗰啲嘅石油設施，咁都冇得合作㗎喎。同新嗰個政府，你盡量唔好摧毀佢嗰個產油能力先。因為只要佢保住嗰個能力，如果上邊嗰啲換咗人嘅時候，咁咪可以合作咯，咁咪委內瑞拉模式咯。咁但係呢啲咧就亦都係保留到最尾嘅時候咧先至打擊嘅，因為而家你再打擊佢嘅時候，你之後仲打擊啲咩啫？咁所以而家保留嘅基礎設施嗰啲石油設施或者係電力系統等等嗰啲擺到去較後嘅位置。如果伊朗再進一步升級對美國嘅攻擊，或者再威脅美國嘅咁咧就你起碼有啲揸拿，有啲籌碼喺手。咁至於伊朗話提出乜鬼戰爭賠款呢啲，嗌佢吔招啦，咁樣係成日諗住 cap 水。所以你話佢嗰啲咁樣嘅銀行突然之間話成個係 collapse 嘅即係崩潰嘅，係唔係美國做定因為佢自己搞佢哋咁恨錢？你睇下開口埋口都話要戰爭賠款嘅咁樣即係發緊夢嘅喎。明知道唔會俾嘅喎，明知道冇嘅喎，佢哋亦都知道自己打唔贏嘅喎，佢就開出一啲條件咧，令到對家唔會接受，繼續滋擾。咁好啦，據呢一個嘅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嘅最終決定權就係掌握喺伊朗人民嘅手中㗎。內塔尼亞胡提到以色列嘅願望就係讓伊朗人民擺脫暴政嘅枷鎖，咁最終呢個就取決於佢哋自己㗎啦。但係毫無疑問透過我哋目前所採取嘅行動，我哋正在打斷緊政權嘅骨頭，而我哋嘅手臂仍然係伸住出嚟㗎。如果我哋同伊朗人民一齊成功嘅話，咁我哋咧將會帶嚟一個永久性嘅結束，並且咧我哋將會係帶嚟到改變。
咁以色列啊喺世界上邊嘅地位已經係出現咗巨大嘅變化啦。以色列外交部長薩爾就話：以色列無法推翻伊朗嘅統治體制，只有伊朗人民咧先至係推翻得到㗎。如果伊朗人民係想成功實現政權更替，咁佢哋就需要嚟自外部嘅援助。咁但係最終咧，以色列都冇法子做到呢一點㗎，只有伊朗人民先至能夠做得到。咁同時咧，我哋亦都必須要話，如果冇咗外部嘅援助，伊朗人民就幾乎冇機會推翻到呢個咁嘅政權㗎啦。伊朗領導層嘅內部已經出現咗明顯嘅裂痕。咁但係啊，目前伊朗政府仍然係由強硬派嘅人物控制㗎。通常啊，政權垮台呢一類嘅事情啦，就會喺軍事行動結束之後發生㗎，而唔係喺戰爭仍然進行緊嘅時候。政權更替並唔係以色列嘅明確目標，但係以色列希望創造一啲嘅條件，使到政權更替呢一個結果係有可能發生㗎。所以咧，其實正如我哋一路以嚟所講，就係話，喂，大家都樂見睇到伊朗出現政權更替，換晒嗰班咁樣嘅神權佬、軍佬。咁但係咧，你打鐵都還需自身硬嘅，就唔係話美國同埋以色列通過外部干預嘅方式係可以協助到伊朗，或者佢要一手一腳啦，就係從零開始啦，幫伊朗人民嚟到去搞一個伊朗民主政府。呢個係不切實際，我哋第一日都已經係咁講㗎啦。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嘅話，但係有啲人咧，我發現咧，佢哋錯誤投射嘅喎，就覺得哇，咁樣靠美軍或者以色列國防軍走去炸幾炸咧，咁佢就有民主㗎啦。梗係唔係咁樣啦？你炸幾炸，只不過就係幫佢創造到個條件，令到嗰班最上層嘅惡棍殲滅，然之後嗰啲中低層倒國，你係動搖咗佢嗰個政權嘅根基。咁但係你要扯冧佢咧，都需要內部嗰個力量嚟到去推動嘅，唔係話靠外部嗰個干預。哇！炸到佢，你最多炸到佢瓜柴嘅啫。咁你要好難話炸冧佢噶嘛。咁你要點樣冧啊？你就要靠下邊，喂，有啲民眾走上街頭推冧佢。而且如果你伊朗內部有人走出嚟抗爭嘅，咁樣咧就，喂，國際社會或者起碼美國內部會覺得，喂，佢哋一路繼續有一個咁嘅行動，即係使到嗰個民意支持嗰個機會咧係會大好多嘅。喂，但係如果佢一路裏邊都冇動靜嘅，咁冇辦法嘅喎。咁美國同埋以色列唯有執行佢原定嗰啲目標咯。美國咪有4大目標咯，係咪啊？包括就係呢個殲滅伊朗嗰個核能力，要繳獲佢嗰啲嘅核材料、濃縮鈾，要停止佢資助嗰啲代理人勢力，同埋就係話削減佢嗰啲嘅導彈，將佢嗰啲導彈清零。咁呢個就4大目標啊嘛。咁如果你伊朗內部冇動靜啊，咁冇辦法㗎，呢樣嘢係。咁要睇下究竟佢嗰個對於民主同埋自由嘅追求同埋向往係有幾咁強烈啦？呢一樣嘢真係就唔可以話，喂，因為有3萬人逃咗城咧，咁跟住又唔出嚟。因為伊朗有成9000幾萬人口㗎。咁如果個個都話驚咗，咁我哋冇計㗎喎。咁唔通點啊？美國派地面部隊走去為咗幫你建立民主，然之後就死翻100幾萬人，咁呢個冇可能嘅事嚟嘅。呢個亦都唔合理。你唔可以以其他國家嚟到去付上一個咁巨大嘅代價，就係為咗幫你建立民主。咁呢樣嘢你自己都要去做㗎喎。佢哋有責任去做㗎喎，唔可以靠別人嘅犧牲，然之後自己享有嘅成果。如果係咁嘅時候咧，都唔馨香嘅。嗰啲咁嘅民主係不會被珍惜，同埋係不會持久嘅。坦白講，你幫佢都冇用。阿富汗咁咪咁咯，你幫佢佢都唔珍惜嘅，所以要佢自己去爭取。咁點爭取咧？本身冇條件嘅，但係而家美國同以色列嘅行動底下咧，佢哋有個條件去做。咁有咗條件啦，咁做唔做咧？咁呢個就取決於伊朗人民啦。當然就係唔可以話，喂，靠派地面部隊去傻㗎。咁你係作為美國人咧，你都反對啦，係咪啊？即係當然有啲非美國人咧就好贊成嘅，因為唔會牽涉到佢嘅人命啊嘛。咁但係呢樣嘢冇啦咁自私嘅，大家要理解呢一點。咁但係就無論美國又好，以色列又好，其實都講得好清楚㗎啦。
政權更替就要靠內部嗰個推動，外部最多話幫你一把嘅啫。咁能唔能夠掌握得到呢一個稍縱即逝嘅機會呢？咁要視乎伊朗人民嘅集體智慧。呢一節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聽，拜拜。